到咗2005年，佢推出代表作《無賴》，同佢喺影壇塑造嘅形象幾乎完全吻合。喺10大勁歌金曲頒獎典禮上奪得金曲金獎，將佢嘅歌唱事業推向另一個高峰。急曲劇金獎得主係無賴鄭中基，無賴。除咗電影同埋音樂大獲成功，鄭中基亦翻轉頭進軍電視界。佢同梁漢文、方力申共同主持 TVB 綜藝節目《美女廚房》。我先。節目最高收視突破42點，甚至打破超級無敵獎門人嘅紀錄，成為當時最高收視嘅電視節目之一。呢一刻，鄭中基係一位電影、電視、音樂3方面都有極大影響力嘅全能藝人。拍膊頭幫兄弟客串拍2日戲，鄭中基又點會諗到結果換嚟自己事業上嘅一個成就？究竟呢啲咁靚嘅牛係咩部位呢？呢咪牛歡呢咯。3年後，鄭中基憑住電影《低俗喜劇》入邊暴龍哥一角，榮獲第32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。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最佳男配角鄭中基先生。呢個時候，鄭中基已經係周星馳之後最成功嘅喜劇演員。喺一個接住又一個嘅高峰底下，原來鄭中基背後係一個秘密。有邊個估到呢個秘密更加令佢喺記者招待會上大灑男兒淚？